又到贏波攻略嘅時間啦！星期一大家唔使悶嘅，禮拜六日聯賽完咗，星期一繼續有贏波攻略。咁啊，當然繼續有我肥蘇啦，同埋我好拍檔雜菜癲佬。咁啊，無論周六周日嘅成績如何都好啦，都要面對新一日噶嘛，係咪先？所以禮拜一咧，其實大家都唔需要擔心啦，唔需要寂寞嘅。咁啊，今日都有幾場應該唔錯嘅，幾好玩嘅賽事啊！我哋先嚟一場挪威超級聯賽，就係白蘭恩對住利尼史特朗。咁啊，白蘭恩呢，而家暫時咧喺聯賽排第5位。咁啊，至於利尼史特朗咧，其實就排12位。即係其實16支嘅挪威超級聯賽球隊，佢哋排12，即係叫榜中下游嘅位置。嗱，白蘭恩呢，大家會問啦，喂，有冇嘢追㗎咁樣？咁其實咧有啦。集賽天圖已經講俾大家聽啦，因為其實挪威超級聯賽咧就30周噶嘛，咁其實咧仲有4周賽事。咁其實相距咧第3位嘅史卓加斯特咧，其實仲有7分嘅積分。咁但係其實喂7分啫，數字上都仲可以追。再者，其實羅超嘅水平唔算特別高，即係未必有好多叫長勝將軍。所以其實白蘭恩咧近期嘅勇態究竟可唔可以持續咧？呢個亦都好關鍵。咁啊，近2場佢哋能夠贏波啦。咁上一場好精彩嘅對住費特利斯特嚟一場入球 show 4-3贏波。咁啊，至於另一仗咧，都係對住漢福斯，亦都有3-2贏波。咁其實近期嚟講叫做瑕疵啲，就係啱啱對住頭先我講嘅史卓加斯特咧0-2輸波。咁但係近期嚟講，喂，見到白蘭恩嘅心態唔錯啦，入球能力都 OK 噃。即係白蘭恩即係嚟緊啲對手都唔強啦，即係最強都華一倫加。你話同佢爭嘅史卓加斯特，即係嚟緊就要對洛辛堡咧，其實係有失分嘅空間啊。所以白蘭恩就數字唔單止數字上，實際上睇賽程都係仍然有機會追。白蘭恩我首先奉自己嘅聲明咧，跟住買過5次咧，先中過1次嘅，即係比較黑仔嘅。係中過1次又中咩？就中入球大。因為白蘭恩呢一隊波咧，無論主場定係計埋主場作客咧，入波最多喺拿超就係佢啦。係啊，攻擊力真係非常之強勁。所以首先啦，即係再計埋對面利尼斯特朗咧，作客入球能力唔差，失球能力都唔弱之下咧，其實入球大會係首選啦。呢場真係入球大，因為白蘭恩嗰個失球咧，亦都係相當多嘅，即係總共有41個失球。係啊，41個波咧，亦都係咧，差唔多成個羅超咧，都係嗰啲叫下游球隊嘅失波嘅數字嚟嘅。咁所以足證見到呢班波咧，嗰個進攻意欲啦，防守能力又差啦。咁所以其實咧，入球大就最簡單，因為其實利尼斯特朗咧，大家而家睇個位置咧，個分數亦都係仲有降班威脅，因為其實羅超咧係排尾3嘅球隊咧，就將會打一個叫降班升班附加賽啦。咁所以其實佢哋距離嗰個位置都係5分嘅啫。咁所以其實咧，佢哋都好危險，加上佢哋作客相對都會差啲。咁所以呢場波簡單啲，都係入球大啦。入球大咁再。當然就即係亦都可以買埋上盤咧，即係你見到白蘭恩嘅主場成績都係咁贏啦，即係連贏咗好多場噶啦。不妨自己讓盤1之下買埋個上盤加入球大啦。係啦，咁啊入球大就唔使諗啦，再可以諗上盤。跟住去到瑞典超級聯賽，過一個隔離先。咁啊，艾夫斯堡對住呢個加費萊。艾夫斯堡呢班波咧就而家暫時排第3位。咁啊，當然仲有機會爭逐即係嗰個錦標。其實哇，幾隊都機會㗎，AIK 蘇納都50分啦，佢哋52分，另外馬毛52，黑根都係咧53分。喂，但係 AIK 蘇納咧就戇居居啦，真係上一個禮拜咧就1-2啊，就輸咗俾洛高平。咁但係之前佢哋其實對住一啲低小嘅即係嘅排名嘅球隊，好似奧雷布洛啦，甚至係加爾斯都能夠叫險勝。嗱，險勝即係足證一樣嘢咧。就近況唔好啊，對住加爾斯贏2-1，對奧雷布洛贏1-0，所以對住高少少嘅洛高平咪輸咯，係咪咁啊？冇錯。咁但係今日對住加費萊排12位嘅球隊，但係加費萊近期個戰績叫 OK 嘅喎。嗱，佢譬如如果睇翻佢近6場波啦，其實佢哋只係啱啱嗰仗咧，只係1-2輸俾艾維達貝治，其餘哇能夠作客贏 AIK 蘇納，主場亦都和卡爾馬等等，咁所以變咗咧，其實見到咧佢哋都唔錯喎，近況。即係你話當然啦，即係艾夫斯堡嚟緊最尾呢3場嘅即係賽事，全部係排第9名以下嘅球隊嘅。其實失分空間就比較少，正常應該3場都可以贏晒。咁啊對手加費萊呢一隊波啦，就不過近期有少少攔路虎啦，即係可以贏你呢個 AIK 蘇納，即係表示。
哇，真係時好時壞一隊嘅海鮮波。但係呢隊波咧，就算贏輸咧，都最多係一球佢之內，即係見到佢防守能力都唔差啦。所以呢一場波咧，我就比較上我要入球細。入球細，都有呢個諗法係啱嘅，因為其實加費羅咧，縱使你睇佢作下成績啦，失波唔多噃，佢係13場嘅作下成績咧，即係作下球佢入波入10個波啦，失只係失17個波，咁其實都唔算特別。喺蘇瑞超嚟講算好少噶啦。係啊，因為佢即係叫做少交收啦。咁當然如果睇翻正如集賽天奴所講，你近期艾夫斯堡雖然近兩場都開大，但係足證見到嗰個狀態唔係咁好啊！即係其實，所以其實入球細啦，入球細可以諗諗啦。同埋即係艾夫斯堡喺主場淨係失過4球波嘅。即係其實雙方嘅防守能力都係唔差啦，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寧願要入球細。係啊，咁你艾夫斯堡本身個實力應該係咁強噶嘛，係咪先？而且佢主場嗱，不過主場好得意嘅，佢未輸過波，11勝2和，入21個波，失4個波。咁但係大家如果淨係睇個數據，真係自己球半黑埋眼就下落去啦。但係我覺得呢場波就兩睇啦咁樣。咁所以呢場波咧，不妨嚟一個入球細仲好。即係我補充少少啦，由排第6名至16名，最尾嗰即係11隊波咧，失波最少就係加費萊，甚至加費萊係比排第1嘅客根咧失波更加之少添。係啊，所以呢場波我自己都係同阿集賽天奴嘅睇法都一樣，都係入球細。好，跟住去葡萄牙超級聯賽，真係兩隊咧，嗱，點解會擺禮拜一咧？就因為兩隊都要出戰歐霸杯嘅，咁啊，士砵亭對呢個科英布拉大學科大喎，哇！呢隊士砵亭究竟想點咧？即係而家士砵亭啦，係啊，而家變咗士砵亭啦，去咗12位嘅，哇！打6場得6分，近期唔識贏嘅，歐霸杯啱啱嗰場啦，1-2輸俾亨克啦，即係對住比利時嘅前列球隊，咁啊仲要先開紀錄，咁其實你話佢人腳係咪有問題咧？冇問題，咁又係上年嗰班人係嘛？大部分都係咁。當然嗰場波咧，佢哋都係最終咧，集賽天奴嘅老友咧，保拉路斯個亦都係荷蘭相當慢嘅後衛咧，亦都俾人2黃1紅牌被逐啦。咁就聯賽仲曳，哇！最好笑打啲杯賽啦，嗱啱啱踢完國際賽日打啲杯賽翻嚟啦，對住摩里倫斯，仲要喺加時情況下2-3輸埋，好啦。對住波圖都唔使旨意贏啦，跟住歐霸杯另一場賽事對住呢一隊匈牙利叫又唔係好強嘅一隊波，一般啦，維迪奧頓0-3輸波，想點呢？呢隊士砵亭？即係基本士砵亭踢咗12場波啦，嗱聯賽6場波。除咗對基維新迪走盤之外咧，其餘全部輸晒盤嘅。因為12場波計埋葡萄牙杯同埋歐霸杯咧，12場波入邊先贏過1場盤，其餘咧有10場波係輸盤嘅。即係好正常之下，你會買佢對家。咁今晚士砵亭竟然一樣讓一球喎，係咪先？即係你最多咪走盤。咁嘅情況之下，我真係買科大嘅下盤。科大諗得過啦，即係科大，即係當然啦。你話呢班波係咪好強咧？我就覺得唔算好強，但係咧，科英布拉大學咧都硬淨嘅呢班波。即係當然，我其實覺得你士砵亭太差，因為我好簡單啫嘛。如果我頭先我講咁耐，佢個人腳同上屆差唔多，佢上屆其實打得唔錯，但係今年唔同，因為換咗個教練奧斯安奴呢啲前葡萄牙國腳，但係足證見到呢個仁兄咧，呢個老友咧就唔係咁適應住，同埋可能帶隊帶住士砵亭都仲未咁好成績。咁科大嚟講叫做中中挺挺啦，喺葡超叫中游球隊嚟嘅。喂，佢哋今年暫時輸，你話佢點差都好，佢雙線作戰下，佢只係輸過1場嘅啫噃。係啊，仲要你話喺歐霸對住馬體會啊，都淨係輸1球啊。一開始即係葡萄牙超級杯啊，對波圖都係輸1球，即係甚至主場咧對賓菲加，如果唔係紅牌咧，隨時唔使打和2-2，主場都隨時贏埋你賓菲加。係啊，嗰場波其實佢哋打得好啊，所以呢場波我同阿集賽天奴都係嗰句要下盤，冇錯，要下盤，真係要下盤啊！我覺得而家咁嘅士砵亭咧，都唔知點樣玩落去，點樣打落去嘅。唉，未贏過盤，就讓1球，冇可能嘅事。咁啊，睇下呢場去到隔離啦，哇！今日啲波好得意喎，跳一起呢個北歐跳一跳過隔離，跟住而家喺葡萄牙跳過隔離，伊比利亞半島喎。咁啊，話喺度你對住皇家蘇斯達，咁啊，皇蘇有得意嘅呢班波。主強又係客弱嘅，咁就不過當然啦，嗰場波佢哋對住馬體會咧，其實個底
打得好嘅對手添係啊㗎。但係你真係冇辦法，法卡奧咧連罰球都識射，都入埋罰球，咁你有乜辦法啫？仲要絕殺喎，仲冇時間俾你追。咁但係華拉道列咧就相對1-2啦，輸俾馬拉加，亦都屬正常啦。主場和愛斯賓奴亦都屬正常嘅。咁但係當然有一場就係話6-1大炒華力簡奴，呢場亦都係今屆代表作。咁但係呢班波嚟講咧就比較浮啲咯個狀態，而家排第10位都算 OK 嘅。咁但係黃蘇究竟作客值唔值捧咧？你認為？即係作客就其實黃蘇今年即係作客又未至於係好差咧，即係你話對住馬拉卡都緊敗，咁就呢場波咧，其實我就上下盤就睇得唔係太透嘅，我就寧願要個入球大，因為首先華拉道列主場今年都有幾有入球嘅保證啦，對住嗰啲咩同你死守利雲特咧都入到你2粒，咁甚至對住華力簡奴都大炒你6-1，咁你話黃蘇嘅入球能力都 OK 噶啦。咁就入球大咧，雖然係信心就冇之前嗰兩場波咁大。你睇到我今日嘅 backdrop 揀咗邊個？就係因為皇家蘇斯達嘅墨西哥國腳啦，呢個卡洛斯韋納，其實佢都應該有一定嘅入球能力啦。再加上華拉道列本身喺主場真係 OK 嘅，咁所以都係簡單啲啦。我哋呢啲周一嘅波咧就勝負難料，同埋讓得平半唔深嘅。咁不如入球大啦。係啊，入球大啦。禮拜一。簡單4場波，咁贏波攻略今日時間亦都差唔多啦。記得上波回18.net睇埋我哋其他嘅分析同埋語音半場分析。多謝各位，今日時間差唔多，拜拜。